今日帶大家睇下青怡花園 D 單位。青怡花園屬於區內比較成熟嘅私人屋苑，屋苑位置近青衣公園，同日常配套生活機能幾方便。今次呢個單位就會由收納動線同空間咁入手，變身靚靚實用單位。首先一入門口，我哋用鞋櫃做隔牆，一邊分隔空間，一邊做到實用收納。旁邊仲加咗一個懸空矮櫃，成個入戶位就形成雙鞋櫃配置，放鞋放雜物都完全唔使驚。再睇過嚟電視背景牆呢邊，我哋用咗金屬條配雲石，牆身同地台都用雲石鋪排，視覺好連貫。電視面板就用懸空式石膏板打框，望落輕身又有層次。連接走廊位置仲做咗隱形推拉門，收埋之後成幅牆更加乾淨。餐邊櫃就延續翻同一個風格，用雲石背景配條子門板，再加入玻璃櫃放下酒杯擺件，即刻豐富晒，唔會齋一排櫃咁悶。客廳整體都做咗牆板包覆，沙發背更加用金屬條配條子設計，線條感好強，睇落精緻又夠醒神。餐廳背景就對稱反餐邊櫃，用雲石做呼應，成個餐客廳一睇就好完整。廚房就玩少少顏色，地櫃用橄欖綠吊櫃配木紋飾，有層次得嚟又唔會好花。牆身用大花雲石直接襯反客廳風格，連得好順落。過到嚟個細房，我哋就做咗榻榻米設計，慳位一流。書櫃、書台、衣櫃、床下收納全部齊晒，床頭仲預留咗放手機眼鏡嘅位置，瞓覺前伸手就放到。雖然空間細細，但係功能都齊全。嚟到兒童房就更加有心思，我哋做咗上床下衣櫃既設計，將垂直空間用到盡。下面一整組大主角衣櫃，收納量非常充足。小朋友啲衣物、玩具、生活用品全部都有位擺。窗邊位置就規劃咗書台加吊櫃，自然光加上充足收納。讀書做功課都有一個舒服嘅小天地。最吸引嘅一定係上床位置，特登加入咗小屋頂造型同軟包護欄，好似打造咗一個專屬小基地，安全又得意。小朋友見到一定會好鍾意。主人房呢邊，我哋將廁所入口做咗牆板加隱形門設計，將門口融入牆面，令成個空間更加乾淨統一。簡單線條配合實用功能，打造一個舒服又有質感嘅主人房。床尾仲做咗一字排衣櫃，成面牆用盡收納量，直接拉滿。旁邊再配置梳妝台同玻璃展示櫃，打扮收納展示一次過搞掂。最後就係廁所，我哋就做咗兩個唔同效果，一個係白色雲石乾淨光猛，另一個係灰色雲石穩重有質感。兩個風格唔同，但都一樣實用襟睇。